助人工作經常被譽為以生命陪伴生命、生命影響生命嘅服務。作為助人者，固然會重視受助者改變同埋成長嘅歷程，但係經常都見到好多滿腔熱血嘅助人者，好容易就會將重心放喺受助者之上，而忽略咗對自己嘅保護。既然係生命陪伴生命，生命影響生命，不論受助者抑或助人者，都係同等重要嘅生命。助人嘅過程，除咗希望促成受助者嘅成長，助人者自身嘅照顧都同樣值得重視。今期就將主題回歸助人者本身，講下自我保護嘅技巧、助人者嘅浩劫以及恢復。身為助人者嘅角色，經常會被認為要吸收受助者嘅負能量，但其實助人者嘅負能量只係助人工作中過度消耗嘅產物，並非由受助者身上吸收。以下分享3個技巧，令各位助人者減少不必要嘅負擔。第一個係時間矛，設定每段助人對話嘅時間限制，大概45至60分鐘，避免對話無限延長。受助者需要一個沉澱反思嘅時間，助人者亦需要抽離同理嘅時機。第二個係談話空間儀式，助人對話中唔適合以日常對話嘅隨性參與，而對話完結後亦不必過度拘謹，所以助人者需要一個簡單儀式提示自己切換模式，例如助人前飲杯水，助人後去個洗手間都得。第三個係情緒所有權，助人者經常需要接納受助者嘅負面情緒，但接納並唔代表吸收。喺助人對話完結時，需要區分清楚情緒嘅擁有人，例如可以喺心裏邊默念佢今日心情好差，呢個係佢嘅情緒，我嘅情緒不必受影響。具體區分他人情緒、自我情緒嘅界線，可以幫到助人者維持心理健康。雖然技巧可以幫到助人者減輕負擔，但難免總會出現過載嘅時候，助人者都需要時刻關注自己嘅心理狀態，特別係出現以下狀況時，就需要更多注意同調整。1. 經常感到疲倦、睡眠品質下降、暴飲暴食或食慾不振、頭痛、肌肉緊繃等嘅身體不適。2. 對助人工作失去熱忱，對成效感到挫折與無力。3. 生活作息紊亂。4. 自身工作效率降低，缺席或經常遲到，工作能力難以發揮。5. 對受困擾者產生負面情緒，如煩躁、厭惡等。6. 人際關係疏離，缺乏同理心，出現社會孤立情況。以上都屬於助人者可能會出現嘅浩劫信號。助人者出現類似情況時，必須考慮抽離同恢復嘅需要，優先顧及自己嘅生活。助人者需要盡可能確保助人工作唔會對自己產生不必要嘅負擔。假如浩劫情況真有發生，建議助人者先短暫抽離並作恢復。恢復就係休息充能嘅過程，可以從生理、心理、期望、生活等唔同方面做調整。可以考慮從參與運動或者增加休息時間等生理方面着手，亦可以就心理方面嘅個人情緒同感受為主，提高個人情緒嘅覺察力同了解源頭，減少情緒出現時嘅不解。或者可以重新審視助人嘅初衷，可能目標已經完成咗，有部分道路都需要留俾受助者自己前行。生活方面則可以多嘗試新興趣活動，發掘自己嘅樂趣，享受一下自然嘅寧靜或者社交嘅活力，都可以令助人者從助人工作之中得以舒緩。助人嘅決定只係生活同選擇嘅一部分，當選擇可行嘅時候，不妨運用經驗、能力為他人分擔憂慮及引領前行。但若果助人工作已經令你難以承擔，不必強求滿足執着，適當嘅暫停或暫且放手，可能都可以為受助者以及助人者帶嚟意想不到嘅成長。